Hello，大家好。这一期呢，我会跟你们聊一下一些旧式的广东话、旧式的用语。为什么会突然想做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最近上了一些政府办的免费的课程，然后里面有几位老师，他们不约而同的说了以下这个词语，好，就是画面上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屙果”这个词语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的生活里面，我的朋友啊，他们很少用到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呢，是一个很经典、很地道的广东话用语，就是一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才会说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很经典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会說的詞語是哪些。屙個形容人支支整整、猶豫不決或者好挑剔、過分講究嘅意思。好，我哋睇下例句。例如，你真係屙個，出親街食飯都搞好耐，唔知着邊件衫好。食個下午茶使唔使咁屙個啊？呢度得呢幾間餐廳咋。立諾形容人做事慢吞吞、拖泥帶水，手腳唔夠伶俐。好，我哋睇下例句。叫佢執啲手信俾親戚啫，都可以搞到咁立諾，真係吹脹。第二句，你做人真係立諾，樣樣嘢都萬人幾拍。第三句，P 格有時我哋會用疊字，而啲格格。好，意思就係話對人諸多批評挑剔，或者係凡事容易抱怨頂嘴嘅人呢，我哋會話佢啲格。這個呢，類似普通話裡面的唧唧歪歪。好，有什麼例句呢？例如煮咗俾你就食啦，咁多啲格，唔好咁多啲格，叫你做咩就做咩啦。下一個濕滯，濕滯呢個詞語呢，源於中醫嘅概念。喺廣東話口語入面呢，我哋會話麻煩棘手，事情唔順利或者係處境好困難嘅時候呢，我哋會用濕滯去形容。例如份文件唔見咗，今次真係幾濕滯，點同老細交代啊？又例如揾嗰些少到月底點夠使，確係認真濕滯。好，跟住落嚟白炸，白炸係乜嘢呢？白炸嘅意思就係形容一啲交通警。早期嘅交通警呢，佢哋嘅制服呢係白色嘅，咁呢，我哋遠遠睇落去呢，就好似水母喺海中漂浮嘅樣，所以呢，我哋叫佢做白炸。好，咁除咗交通警有一啲嘅花名啦，以前香港警隊入面亦都有唔少嘅特色稱呼同埋術語嘅。例如我哋會叫一啲懲教處嘅職員係柳記，一啲嘅軍裝巡邏警員我哋會叫佢做黑腳，一啲女性嘅警務人員或者學警我哋會叫佢雞仔餅。疏肝，疏肝係形容心情愉快、鬱結可以抒發到，感到好暢快、好舒服嘅意思。例如食完呢餐豐富嘅晚餐，真係好疏肝。而家好多香港人不想消費，食飯按摩一條龍，真係好疏肝。牙刷意思就係一啲人比較自大，鍾意呢誇誇其談、自我吹噓。例如咪成日咁牙刷啦，一陣做唔到，俾人笑到面都黃。大龍鳳呢個詞語其實來自60年代初香港著名嘅粵劇團大龍鳳劇團。喺廣東話粵語入面，大龍鳳嘅意思咧係指大陣仗、鋪張、搞花樣或者係咧弄虛作假。例如佢哋為咗慶祝個生日，居然包起成間酒店搞大龍鳳，真係誇張。好，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想學多啲廣東話、香港
人嘅文化或者係香港廣東話嘅用語，可以去我嘅主頁揾其他嘅 video 教學。拜拜。